下礼拜五就是中秋，侪民众拢会烘肉。家己有传统市场内的卖肉大头讲，因为民众惊肉会起价，真侪人拢是提早来注文。伫咧杭州烘蚵仔的大头也讲，今年蚵仔的数量有较少，价钱嘛较悬，所以今年大部分业者拢无提供民众注文送到厝的服务。马大的店头家无用款了，赶要互人提订单。头家讲，今年猪肉价钱无真甲旧年同款，民众惊中秋的时阵会搁起价，所以早就来注文款中秋的肉品。猪肉去年180，今年是180都没有涨。大家拢讲惊搁起啊足悬的，所以大家真还未起，大家拢提早订。除了肉品以外，海产嘛是真侪人中秋烘肉的食材。家己管东石的蚵仔，今年受到风台影响，产量较少，价钱较悬，所以今年业者较无做配送到厝的服务。蚵仔有较少，因为减几啊成，蚵仔今年的蚵仔嘛是会较贵。今年开价现在已经有都开到80至100了。实在业者讲，虽然有一寡食材有起价，民众烘肉爱用的肉类甲海产也是有真大的需求。3天的连续假期，会晓算的家庭，即马已经开始款物件。业者讲，愈晚中秋买去应该愈旺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